日前，一阵车公雨落1点钟伫新化，结果信义街附近道路已经变成小河。议员林志聪表示，伊的服务处设立当地要12个人来，只要落车公雨，附近大排甲涵箱根本袂赴透，所以要求水利局尽速处理，唔通互居民怨叹日厝阁无法度请人客。对此，水利局长强调，目前正规划顶油的分红，预计明年发包。局长。我甲你反映足侪遍啦，我会当讲吼，按第一届做议员搞降息啦，你看到这影片，哦，你也看，袂输吼一条 K 啦，袂输啊一条 K， 你若想尽办法来解决，想尽办法来处理啦，唔通吼讲吼，即几工啊有咩风台到底，你莫到咱台湾，你莫到咱台湾都唔知影，但是莫讲小块就只车公好诶，就造成像安尼汪洋一片安尼，这事实唔好。大家无要骂，无要骂市政府，骂我林志聪，骂我林志聪议员呢，我就真正够衰啊！你敢知？我衰，我问政的呢，我毋是咧执政的呢。恁的经费毋是我林志聪咧编的呢。那我编，我绝对去调是恶害去做，啊，你有法度无？对不对？今仔日呢，阮的同事甲公所这边遮，能够针对信义路附近的迄个商涵涵箱啦有去做相关的一些检视。那未来呢，这个信义路的它沿着它上游有健康路，还有到我们的那个新化体育公园头前一部分还有一个排水的部分，阮即马呢争取到营建署的经费，希望能办理它的那个上游分洪，大概4000万的部分。那现在水利局呢，大概目前现在我们也在着手相关的规划设计，接续呢把上游的水能排到营尾大排营尾排水。那这边才来当上游做一些分洪，下游的到咱信义路这边才会排水的，就当减少。议员虽然无寻求连任，不过任内最后一摆总经顺都来关心新化治水甲特地清水沟连通公以外，嘛进一步希望新化饼文化观光会当甲自来水公司合作，设立大白港文化观光游客中心。对此，市府表示将联合思考，不只是观光的资讯，而是当调向多元空间的规划来利用，盘点适合的地点。今日新闻，军事林英根采访报道。